主后2022年9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一心做好事。圣经彼得前书第4章12、19、1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恁拄着亲像火的试炼，毋通哪阵拄着奇怪的事。反倒着因为有分担基督的苦难来欢喜，互恁伫伊荣耀显现的时，嘛通欢喜快乐。恁若为着基督的名受凌辱，恁真有福气，因为有上帝荣光的神踮伫恁身上。恁中间毋通有人因为杀人、做贼、做歹，也是爱管别人的代志来受苦。若因为做基督徒来受苦，毋免见笑，反倒着因为有即个名归荣光互上帝。审判的时到啦，上帝的家着大声受审判。若对咱开始，遐毋信趁上帝福音的人的结局，减袂搁较严重。圣经有讲，义人得救都真恶，无敬虔的人甲罪人，减袂搁较困难。所以，遐会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，着将家己交托互迄位信实的造物主，继续做好事。以上。一心做好事。国际释放组织成立伫1968年，是跨教派的基督教组织，目前连结超过25个国家的教会，用祈祷和行动接受压迫的教会徛做伙，关心受迫害的基督徒，透过祈祷关怀，用实际行动支援，佮鼓励享有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会当关心受宗教迫害者。1955年创立的拍开的门，主要服侍世界各所在因为信仰受迫害的基督徒，为因提供圣经、培训和实际的生活资源，互因伫严峻的环境中，犹原会通坚定信仰。这个机构每年会评估基督徒受迫害情况，公布全球守望名单，统计前50名迫害基督徒的国家。2022年的报告显示，全球有超过3.6亿名基督徒受迫害，也就是全球基督徒每7人就有1人因为基督信仰受迫害和歧视。其中，非洲基督徒每5人就有1个人，亚洲每5个人就有2个人，拉丁美洲每15个人就有1个人为着信仰受苦。可见，基督徒为信仰受迫害，这并毋是只有伫初代教会的时代才存在，到近21世纪还佫继续在发生。今仔日的经文中，彼得提醒为着信仰受迫害的信徒，指出因拄着亲像火一般的考验，是甲基督同齐受苦，勉励因毋通惊吓，反倒爱喜乐，因为这是有福气的。彼得劝勉信徒，毋通因为凶杀、作恶，也是爱管营仔事来受苦。假使是因为做基督徒受苦，毋通感觉见笑，反倒爱因为挂着基督的名号，荣光上帝。彼得阁劝勉信徒，就算因
因为对耶稣忠诚，照做心意做好事受苦，包括防诽谤、防诬告，甚至受害，拢毋通惊，因为伫审判的时阵，因会因为对耶稣的忠诚，得到上帝的拯救。彼得的教示对今仔日的咱也有伫讲话，就算基督徒因为信仰遭受敌意、羞辱，甚至面临断绝关系、互赶出家门等等考验，也着继续做好事，甲家己交托互信实的上帝。尽管会因为信仰受苦，也着甲家己交托互上帝，相信伊的确施行公义的审判。所谓做好事，是指信徒照家己的身份去好款待其他生命，也包括去做对公共福祉有利益的代志。台湾基督教教会整全宣告6面向，包括宣扬福音、培育上帝儿女、疼心服侍、社会改造、关怀受造界、福音甲文化。可见，基督徒并毋是单单追求个人灵命的成长就好，也着实践宣告6面向，才会成做良善佮忠心的好仆人，因为挂着基督的名号，荣光上帝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因为信仰受苦？我安怎调整态度甲行动？今仔日的经文带予我有甚物启发？我是毋是捌因为信仰受苦？我安怎调整态度甲行动？今仔日的经文带予我甚物启发？咱来祈祷。创造万物、信实公义的上帝，当我忠心跟对你，受到排斥歹款待的时，求你帮助我靠你来保持内在的力量，忠心的态度甲良善的行动，来荣光你的名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